家好，我係荃灣新會學校 1A 班嘅顏靜。今日想介紹嘅就係范仲淹。佢係北宋政治家、文學家、軍事家、教育家。雖然因為水垢派阻攔，令佢推行新政策失敗，之後仲被貶去鄧州，但係佢冇放棄理念，仲寫下傳世名篇《岳陽樓記》，指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，表達抱負。佢嘅堅持不懈令我好佩服，所以投佢一票。我嘅介紹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